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就是站高老板遇害的时阵，恁穿伫身上。敢有啥物问题是？有问题也无，较等下才会知。叶美丹，你是高老板的记，这间金仔店平常时啊是恁两个人咧负责是？平常时我是无咧插代志啦，所有的代志大部分拢是阮头家伊家己咧做主的。好，那咧我阁问你，厝里迄间厕所是啥物人将伊擦成红色？讲啊，是啥？你是店的新郎，花谢无？那安尼我问你，如果你若无主人的主意，你敢会自作主张将厕所擦成红色？是我的主意有毋对。那呢？为什么你高老板拄我遇害的时阵，你就将厝内擦作红色的？我是挑过伊擦红擦的，想讲要除去厝内底的衰气，以免以后厝内阁发生不幸啊。你是店内的师傅刘家宝，是有啊。你讲，是，你过来啊！伊的正卡房内底，为什么要金仔虎伫的？店内毋是已经拢去人劫走？敢讲你这2天还空袂通做事？是安尼啦。今仔日我有摕一口我家己的金手环交代尤师傅，拜托伊甲我重新邮回。敢讲安尼也袂使是？你老实讲，你讲啊！别然，这3领啥？夫人是拄则才洗穿去啊，也毋过，并无啥物有去徛伫的啊。那呢，真歹势，汉日阿妈过来甲你交验，啊就阮先告辞。好呀，请来行。我看连问吼，已经开始你怀疑咱了哦。点去，无证无据，因是会当甲咱安怎信？你家己毋免踮遐咧做菜心虚啦。头家娘，我想，咱用早咧挽走高飞，啊若无吼，代志也无路，咱走袂有啊。无路用的骹笑，想袂到恁2个当的查甫囝，竟然不如我这个查某人的胆识，远走高飞。啊，若安尼，毋就等于讲你承认你杀人，啊要畏罪潜逃啊？你出去甲看卖啦，三更半暝啊，是啥物人安尼踮咧咱门口分甲这个死人古锥，吵死人！老天娘啊，就是讲伊是。哎呀，哇！上回你讲阴魂咯，阴魂的呢？阴魂？是啦是啦，我
是专门靠这个古厝的生活的。啊，我就是专门替人迄灵魂，往生的灵魂，甲因牵引落阴曹地府看做的呢。啊，我拄伫恁遮经过哦，看到恁遮内面怨气冲天，我冤魂哦，伫恁外口徘徊不去，啊，所以哦，我才入来甲恁看卖的啦。你别闹袂讲，什么冤魂？不叫我冤魂啊！嘿，切，这冤魂就伫伫啥？哦，就是美珠这个查口内底，我看到是一个查甫哟，美珠这是查口内底一个火野内底，免紧张。摩尼般弥红出，我已经将伊死冤，将这冤魂砍掉的，佮将这北过的查口摕去烧掉去。原来是你动手杀害郭老板，因此3个百岁，这个时阵再做贼是咪想要将你烧掉？我主教，以后假想要强辩，人是你头家娘今仔来家门密报，我乃无缘无故对你起疑心咧。行，杀人正死，给我转来家门。我老兄弟，这代志唔是讲我一人做的，明明是你所做的，你搁去严加密报。你嘛有份啦，拢是你这对奸夫淫妇拖我落水的啦。哪里走？你竟然袂愿意走，这样一切还阁等你说文明呢。其实要杀害郭定富，是阮自早就计划好的。迄暗拄好有毒匹化因3个人来阮店的，阮才想讲要照机行事。恁是伫咧办会转来店的时阵，才来下手杀死郭定富的。是。为什么？恁会知影通好利用迄支金地刀来杀死郭老板，然后才来嫁祸互祝海后摆因3个人？搁再讲，迄当时恁是安怎去得到迄支金地刀咧？是啊，阮办理倒转来了后，阮头家就将毒品我交代伊甲手指讲叫我甲重收啦。同时交代我一支金地刀，讲叫我甲用的，搁甲拍白款无用。所以你就将金地刀交予伊郭世文，利用伊来杀死郭老板，对无？家己啦，人是我杀无毋对啦，但是拢是因这对奸夫淫妇所属外，伊讲事后要将店内财物3分之2讲要分发，所以我才一时糊涂啦。什么？恁3个人拢是不忠不义、杀人夺财、罪大恶极之徒，无需要搁再辩解啊！甲押入去衙门，听啊王大人转来的时阵，再做审断。是。既然啦，是安尼，你坚持要走，啊，阮嘛毋知影要讲啥物才好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啊，大家就爱安尼时常保持联络，吼，啊，毋通像我一个气就无声无息咯。这袂啦，你放心啦。三次无过闹用哦，我嘛会转来甲恁行行看看呢。我嘛定定走去米行啦、油行啊，去遐甲找阿丸子啊，甲范大哥因加减忙开讲，总是啊，咱也有见面的机会就对啊。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大哥娘啊，你爱好好保重哦，唔通背起你巴肚内囡仔哦。范大哥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记得恁对我的恩情，我袂搁再做讲代志啦。对，安尼吼，才袂枉费讲我迄条小气的心火大，啊，甲物件送你的。啥物心火大？无啥物啦。啊，必然是讲吼，恁若唔好好保重吼，伊会真火大啦。对啦，我会真火大，我会真火大。玉芬，你的伤拢完全恢复安尼？对啦，啊，迄两个2元锤锤，你是伫讲碧安甲无救？毋是讲伊，无是讲啥物啦？即马袂用去讲因一言锤锤啊啦，人因吼较早是无用头脑，即马吼是巧到哪搞咧？真是嘞。
恁是咧讲啥？啥甲狗共款？你讲恁两个人啊？吼，阮就知咯。你的身体若复原吼，阮两个人就无好日子通过啊。知影就好。例如今仔日是中秋节吼，我想讲甲无记要约恁斗阵来溪边赏月，毋知恁。安尼就好呀。是说约阿姆甲范弟夫做伙来去。大姨，我京城方面已经过来公文，中港7号除了活动以外，其他全部伫8月10日午时出战。包括梁丽遐在内，无毋对。来，杨姨我敬你，为着我甲无救啊，今仔竟然无能保你一命，我感觉非常的惭愧。邱处理，我梁二的过去，应该是最恶多端、杀人无数。本来早就死有遗孤，下波头出言差言。来，莫敬两位，希望来世我梁二会当跟两位做兄弟。梁二哥，以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恁中港7号除了已经死的河童以外，其实每一个并非十恶之徒，等于讲恁6个人是因为拢有一段悲惨的童年，所以致使恁日后个性的偏差、行为的错失，只是各有各法，阮也无能为力。但愿来世会当如梁二兄所讲的，大家有缘结为好兄弟。对，来世再见。实在是真巧合。若讲要结拜做兄弟，忽然间，我才想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阮中港7号原来这个名号，也是照每一人的尾字号所排来。阮梁、金、雕、吉、天道，我梁排到伊，河童这个童我排上尾。如今河童已经死了，那呢变成6字，军良金雕得天。但是如果若是加上2位的尾字名，加上阮2个尾字名，我是必安的安字，你是武求的求字，妙啊！那安尼就变成军良金雕得天安桥。金雕得天安桥，军良金雕得天安桥。是啊，妙得巧合，巧合的奇妙。来，梁二兄，我叫你，请。什么？你要放伊转去过节？是啦，大人。拄则我甲必安伫咧地牢内，甲因6个人讲真久。因6个人已经知影过去的毋对，如今因也知影后悔已经收万了，只是希望在备战进前，会当互因甲因兜的人做最后的团圆啦。这边哪会用哩？这6名全部是重犯。我帮伊转去过节，其中一个人无转来，连本官也有代志。但是古圣先贤有讲过，以明德教化人心，胜过以严刑遏制民乱。如果讲咱对一个决心改过向善的人，也阁唔敢相信的话者，那呢因改过向善，岂不是得无着鼓励呢？安尼哪有法度教化人心呢？
这个代志非同小可啊！这阮知影，所以我甲彼岸愿意以性命来为因六个人担保。这个代志非同小可啊！这阮知影，所以我甲彼岸愿意以性命来为因六个人担保。阮相信因伫8月18午时行刑以前一定赶倒转来，尤其是因六个人诚心，希望讲来世会当共结缘做兄弟。这片的诚心，我相信伊袂害阮才对啊！来世的代志，啥物人知影？唉，这种话袂容易相信。大人，既然来世遥远不可见，安尼我甲彼岸就甲因六个人先在今世结拜为兄弟，相信在咒抓之下，天地性命共担，因六个人经过背弃违心之理啊！希望大人成全两老日因六个人，希望会当临死以前，互因家己亲人做最后的团圆。啥个呀？甲遐个人换贴啊？是啦，听阮甲恁讲，彼岸甲无救，以及比阮准适合登去探亲的中港六澳，8个人做伙离开州府的，讲要去庙的入世结拜换贴做兄弟啦。哎呦，这愈听人愈灵啦！讲实在啦，世间后迄个捕头甲迄个歹人，什么伫换贴做兄弟，哎呦，这两个囡仔愈来是愈毋是款咯。毋那甲安尼哦，无救到彼岸，搁用性命向大人担保，担保中港六澳，等伊厝过节了后，一定会伫8月18午时行以前，全部拢主动转来受死。若无是安怎？若无彼岸甲无救，因就爱负这个责任哦。啥个？哎呦，也无代无志咧压一个节啦，哈！压咧是一个中秋节，唔等啊剩好好过节，啊，什么甲遐人会走去庙里咧烧香拜拜，搁咧换贴做兄弟带落去，搁用性命伫咧甲人担保，哎呦，真正是混蛋到家。哎呀！我会记你，这位主人若讲苗情师傅，马上还不由我彼岸一句客语，是关于着因生死的问题，叫因讲一定要紧闭在身，绝对免放袂记。是倒一句我建议啊。中秋不入庙，佛桥不可歇。啥？中秋不入庙？勇，剑，雕，地，天，安，救。关心帝君在前，以天地为证，阮八人心心诚意结为兄弟，苦乐共享，绝无憾悔。苦乐共享，绝无憾悔。今心修誓，至死不渝。今心修誓，至死不渝。情愿来世再续前缘，心心世世，情绵万年。情愿来世再续此缘，心心世世，情绵万年。7殿、8殿，你唔免搁再送，有兄就此告别。伫8月18中午进前，咱一定会照约束赶倒转来，对袂互你为难。安尼，咱8月18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啥物？小勇咧南大桥？是啊，敢有啥物唔对？你敢袂记你苗情师傅捌甲恁讲一句客语，毋是交代恁讲中秋不入庙，无桥不可歇。啥啊？你偏偏要伫中秋节，甲人入庙压香结拜，伊搁甲人相约咧南大桥，去做无桥相会。这，对啊，我都煞去互背记伫个。你
哦是来足糊涂的啦，你哦是在一圆锤锤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恁两个吼，莫生气啦。当迄今仔日是饭餐会甲按棍大人哦，成亲的好日子。咱两个人结甲一个离敢若铁板的，是要安怎去啉喜酒啦？是啦，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。对啊，老公，咱莫搁甲因讲这。我问恁吼，今仔日你要送新娘甲新郎什么礼物？好，我送一大个红包。我嘛是，恁呢？我不但要送一个大礼，而且要搁送互新郎甲新娘吉祥话。哦，吉祥话是啥物吉祥话？哎呀，咱今仔大喜的日子，咱吼较免甲人讲几句啊，较吉祥、祝福的好听话。是要讲啥物好听话啦？是啊。真简单讲一句就用的啊，比如讲良田天来住，一世英雄福。好女嫁好夫，生囝交大哥。赞！一见成才福官赢，一见大吉得世喜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讲好啊，明仔载去家祠以前，咱才来遮甲迄6位拜兄安尼相聚就用的。汉早啦，要创啥？结拜大兄，万一若有人提早来，咱嘛会用甲因做伴。何况明仔载中午吼，咱就爱将因押去现场处斩呢，咱会当甲因加相处一活，总是好啊。讲安尼嘛有理。哎呦，你卡细力的，我就是安尼定定咧行甲袂巷呢啦，是安那啦？无桥不可行，咱平你周桥啦。但你是咧惊啥？你看，当迄溪底拢干也无水，桥嘛才较悬尔。只讲按桥顶安尼跋落去嘛，跋袂死。你是咧惊啥？我感觉吼，总是莫去桥顶，较保险啦。无，咱踮遮等。好。安那天气凉凉，安尼四季的安尼，敢若无甲人外好咧。是啊，上好是莫落雨，若无吼，咱会到淡落咯。我愈想吼愈袂放心，我看这条泉水新水，也是真少来去看袂着新水。等代志若办完，我才向伊多讲两话。咱若无吼，无去还去跋咧桥骹，安尼就害啊。老本，你是安怎？唔知啥物，我把手机伫咧徛。我感觉足奇怪，今仔日唔知怎，我心肝肝，感觉足闷的，唔知啥物代志会发生。安尼一直单人讲啦，加在，还袂落雨啦。谢必然还无救，小爷，唔免道理。温成红迎暗赶来，是要来问恁两个人一句话。阮知影啦，你要问阮，何时才会当将真富贵甲无正常人带回阴司？问题是，迄问题是无正常的安尼冒犯玉子，就已经焚烧劈散，那是要安怎去找伊转来啦？无正常既然是焚烧劈散，温成红也无想要搁再追究。
也毋过真富贵咧。这，阮两个会继续找伊啦，请城隍爷放心。伫限期内一定要将人交予我。是。后会有期。上城隍爷。那边开始咧落雨，紧嘞，咱来叫卡比吼。干嘛？无叫不可休呢。等咱暗时要去你桥顶，咱是要来桥到遐比吼，了要紧。别来！安尼看到就好啦。那无看因两个？是啊，敢会无来？敢会落遮尔大雨，才走去倒去避呢？赵阿伯咧，赵阿伯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本高年我摘菜尾啦，本高年老爸吼，可能长伤欢喜啦，酒啉伤多哦，胃痛胃痛，而且搁透胃。你两个唔是遐意思，去下看卖啊！不用搁不住都，有阮啊，无咱先来甲看卖，等下再搁倒转来啦。好啦，天气啊！这本讲咧，打甲这厉害，我看这阵雨，无一定落到明仔载阮落雨吼。对，就惊讲安尼啦，雨若继续落吼，若安尼山放去吼，还是咧溪仔侪碰着吼，安尼，你若安尼找无咧路做，就影响人拜听的路程安尼。这阵在啥物时阵啊？我哪会知？雨落甲遮大，雷公搁安尼等你，就算讲即摆天光啊吼，加咧钱，咱嘛唔知啊。有时啊，这种天气吼，就算天光，加嘛袂去。报平，足个水路在山洞内底，足恐怖，看起来足恐怖。我知影，我即摆吼，赶紧转来家门带人来
老师，老师，我叫你去叫家己好。老师，我叫你等我转来。老师，我开心了，我开心了。哪会呢？随便食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有一天我若真是甲你相约，啊，若万一我朝发生意外，4点半路咧，感觉你嘛一定等我转。是啊，死者见死，若无吼，我一定感觉起来死嘛不走。好，若是将来接受这种情况吼，我嘛绝对无失约。就是死翘翘吼，我变做鬼吼，嘛一定来甲你约会。
受到防护组，无法度差一步赶到南台桥甲你相认，后来害着恁两人因此丧生，大哥推不准。可勇敢，抓住反悔，言行修饰，技术不渝，今愿来世再上主演，心心切切，千年一万年，可勇敢，抓住反悔，言行修饰，技术不渝，今愿来世再上主演，心心切切，千年一万年，可勇敢。抓住反悔，言行修饰，技术不渝，今愿来世再上主演，心心切切，千年一万年。这只要等恁别安怎转来哟？是啊，阮安尼哦，同友好啊。哎哟，毋知安怎，自昨出去到即久，拢还袂转来呢。啊，我吼要等遮等伊，一直甲等，一直甲等，等到伊倒转来，我才安心啦。安。对啊。唔对啊！你安那甲无救的吼，2工前就出去啊！唔是昨昏出去的啦。唔对啊！你记唔对啊啦，你阿达达。真啦，我甲拜记啊你。安尼是昨，安尼我记唔对伊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师傅，走囡仔，你莫搁再哭。今仔一笔咱咯，到母求咱2个来偷切。刚才师傅要赶来府倒来共烧一下香啦。你坐到咱因的灵前吼，替师傅点香者。还佫有，迄当仔因老母，甲无求因老爸，精神受了打击。稍等者吼，你带转到咱家己洞，师傅好好甲因医治者。真啦，我甲拜记啊你。神功养就超生死，将此永在城隍边，将善还恶到中义。谢必安以及范无咎一生尽忠孝，守信义，为救百姓不顾自己，最后将有超脱生死，紧随城隍治理有名，成做人人敬畏的阴司名将。因两个。也就是民间千万百姓人人敬拜的七爷谢将军、八爷范将军。
必然活活，善恶正邪皆立判，安得其人，是非曲直总善治，无私奸恶，到处闻来以担罪，救应良良，不论何处我扶持。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。是好是歹在人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手，才袂行行看。